自从2025年7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分辨上主的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撒母耳记上卷14章第19、5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4章。有一日，扫罗的囝约拿单甲亚伊的军器的少年人讲：“咱来去非利士人的军营迄边。”毋过约拿单无甲伊的老爸讲。扫罗伫基比亚的郊外，坐伫米基伦的石榴树骹，缀伊的人约有600。阁有阿实突的囝阿希亚带犹得来伫遐，伊是伊家仆的兄哥，非尼哈的囝，是捌伫示罗做上主祭司的以利的孙。无人知约拿单已经离开营地。约拿单要去非利士的军营，着经过的隘口，两边拢是渐渐真惊的石壁，一个叫做布士，一个叫做西尼。北边的石壁甲密抹相对，南边的石壁甲加巴相对。约拿单甲亚伊的军器的少年人讲：“来，咱来去无受割礼的人的军营遐。可能上主会帮助咱，因为上主互人得胜，毋是在伫人多人少。”亚军器的甲伊讲：“我甲你同心，你照你所爱去做，你做前，我缀你。”约拿单讲：“来，咱过来去因遐，互因看着咱。因若甲咱讲徛地，等阮过去，咱就定定徛地，莫上去。毋过因若讲来阮遮，咱就上去。这是上主将因交伫咱的手的记号。”因两人就调故意互非利士防守的兵看着。非利士人讲：“你看，希伯来人对因密会动出来啦！”防守的兵甲约拿单甲举军器的人讲：“恁过来，我要互恁知死。”约拿单就甲举军器的讲：“你缀我上去，因为上主已经将因交伫以色列人的手。”约拿单就手牵脚令，爬起来，举军器的缀伊。约拿单拍倒非利士人举军器的缀后面，杀死因。第一遍突击，约拿单甲举军器的伫1/4公顷内杀死约20人。所有的非利士军兵，无论伫军营、伫野外，无论防卫的、突击的，拢惊甲皮皮喘，大地嘛摇动。这是上主降落互因的大恐怖。伫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哨兵看到非利士军兵四散，四过乱丛。扫罗甲缀伊的军兵讲：“恁点算，看啥人对咱遮出去。”因算了就知，约拿单甲伊举军器的人无伫遐。扫罗甲阿希亚讲：“你将上帝的约柜转来。”迄阵，上帝的约柜伫以色列人遐。扫罗甲祭司讲话的时，非利士营中喊喊的声愈来愈大。扫罗就甲祭司讲：“免啦，袂赴问啦。”扫罗甲缀伊的军兵拢聚集来到战场，看到非利士人互相残杀，大混乱。以前我非利士人对逐所在来到因营中的希伯来人，现在
反倒转来帮赞替扫罗甲约拿单的以色列人。遐个米地以法莲山区的以色列人听到非利士人逃走，就出来追杀因，甲因交战。迄日上主予以色列得胜，战争延续到伯阿文迄边。迄日以色列人枵甲真艰苦，因为扫罗有咒诅，命令军兵讲：无等到日暗，我甲对敌堡完收了，就食物件的人就受咒诅。所以军兵拢无食什物。因入树林，发现即所在涂骹拢有蜜。军兵入树林，看到有蜜得滴，毋过无人敢用砖头仔挖来食，因为惊受咒诅。约拿单无听到因老爸的咒诅，所以剩拐仔马吐蜜糊，然后用砖头仔挖来食，目睭就紧恢复元气。有一个军兵对伊讲：“你的老爸有严严咒诅命令军兵讲，今仔日食物件的着受咒诅。”所以军兵真野善。约拿单讲：“阮老爸有害着咱遮的军兵，恁看，我简单啖一点仔蜜就恢复元气。今仔日若出在军兵食因对敌抢来的食物，敢毋是搁较有力通拍死较侪非利士人。”迄日因拍败非利士人，对密抹赶到阿雅伦，军兵非常野善。军兵总去掠所抢的牛、羊、牛仔囝，就伫遐刣食加血的肉。有人甲扫罗报告，军兵有犯罪，违背上主，因为因食加血的肉。扫罗大声发：“恁得罪上主啦！打去告一块大石来食。”扫罗阁讲：“恁着去叫逐个军兵牵因的牛甲羊来我遮，伫遮刣来食，毋通食加血的肉来得罪上主。”迄暝军兵拢牵因家己的牛去遐刣。扫罗甲上主起一座祭坛，这是伊头一遍甲上主起的坛。扫罗讲：“等咱着透暝落去入非利士人，甲因抢，直到天光，甲因拢刣死，连一个都毋通留地。”军兵讲：“你看做好诶，就照安尼做。”祭司讲：“咱着大声问上帝。”扫罗就问上帝：“我着落去入非利士人无？你敢袂甲因交互以色列人？”迄日上帝无应伊。扫罗讲：“恁军队的官长拢来我遮，查明咱今仔日有犯着什物罪。我祈互以色列胜利的永远的上主咒詛，犯罪人拢着死，甚至我的囝约拿单嘛着死。”毋过无人应伊。伊就甲以色列众人讲：“恁徛迄边，我甲我的囝约拿单徛即边。”军兵对扫罗讲：“你看做好诶，就照安尼做。”扫罗对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讲：“今日只是实情，看啥人有罪，因就抽着约拿单甲扫罗，军兵无代志。”扫罗讲：“着伫我甲我的囝约拿单中间抽看啥人有罪，因抽着约拿单。”扫罗甲约拿单讲：“你甲我讲，你有做什物代志？”约拿单讲：“我确实有用拐仔马挖一点仔蜜来担，我甘愿死。”扫罗讲：“约拿单，你一定着死，若无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”军兵甲扫罗讲：“约拿单有互以色列得到大胜利，伊减着死，绝对毋通。愿记永远的上主咒詛，
伊连一支头毛都袂用得互伊落落涂骹，因为伊今仔日所做的有上帝的帮赞。安尼，军兵救约拿单免死。扫罗无搁对入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就转去因本所在。扫罗确立以色列王权了后，去攻打周围所有的对敌，就是摩押人、阿门人、以东人、非利士人甲所巴的诸王。伊必战必胜，拍到倒位赢到倒位。扫罗奋勇打败亚玛力人，救以色列脱离抢劫因的人的手。扫罗的囝有约拿单、约示伟、麦基舒亚，伊有2个查某囝，大个叫做米拉，小个叫做米甲。扫罗的某叫做阿希暖，是阿希玛斯的查某囝，伊元帅叫做阿尼尼，是扫罗的阿叔尼尼的囝。扫罗的老爸基斯、阿尼尼的老爸尼尼，拢是阿伯的囝。扫罗一生常常甲非利士人有激烈的交战，伊看到强猛的人甲勇士，拢召集因加入伊的部队。分辨上主的话，伫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，咱时常会面对抉择，有时因为心存疑惑，就毋敢行迄条看起来崎岖无边的道路。伫起起伏伏的人生中，咱有幸通倚靠上帝，就会当勇敢向前。我伫每工的祈祷中，常常祈求上主，毋是互我顺利的道路，是互我有勇敢的心，互我搁较有智慧面对一切挑战甲困难。我也常常安尼为着囡仔代祷，我无奢求因拥有荣华富贵，敢若希望因会当一生敬畏上主。今仔日的经文段落真长，咱若详细阅读，相信会当读出重要的信息。对即中间学习到功课，我的看见是，约拿单是智勇双全的领袖，常时是敬畏上主的人，凡事找求上主的旨意。前一章讲述约拿单伫加巴击败非利士人，这一章讲起伊带领少年的侍卫兵突击非利士人的营房，结果约拿单凭着对上主的信心，用少少的兵力成功突击非利士人的营房。约拿单的行动导致非利士军营大乱，互伊的老爸扫罗有机会击退非利士军队。再讲到约拿单对青年侍卫讲：“来，咱来去无受割礼的人的军营遐。”无受割礼的人是指遐个无含上帝立约的外邦人。约拿单清楚知影，以色列是互上主拣选的子民，伊深信上主的确帮赞因。约拿单毋是靠家己，是相信若有上主帮赞，无论是啥，拢无法度抵挡因。伫相战以前，约拿单向上主寻求得胜的记号。换句话讲，伊毋是靠家己的军力，是倚靠上主的带领。以色列军队经过激战，夜枵夜忝，却无人敢食物件，因为扫罗下令，伫伊向敌人报仇以前，谁拢袂当食物件，谁食就会受咒诅。扫罗无先求问上主，就下即道命令。伊袂输看重家己的胜败，较大过士兵的性命。因为约拿单无听到伊的老爸用
咒抓迄组人食物件的话，当伊看到树林中四界有蜂蜜得滴，就用拐仔运蜜来食，结果精神大振。后来，伊对士兵催眠得在禁令，直指伊老爸的命令无合理。约旦为赢得下一场胜利，也鼓励众人食寡物件。只是腰加骹软的以色列人，竟然食到腰加肥的肉，得罪上主。后来，扫罗求问上主，上主无回应。当扫罗要处死约拿单的时，人民拢为约拿单讲话，佮甲扫罗讲，约拿单所做拢是靠上帝的帮赞。对今仔日的经文通看出，约拿单是有聪明才智的军事领袖，佮追求上主的心意。相对的，扫罗却是无信心和智慧的领导者，欠缺耐心，佮无追求上主。兄弟姊妹，咱爱时常谨慎分辨，咱所听到的究竟是人的话，也是上主的话。求主赐予咱会晓分辨的心。默想，伫我的生活中，我愿意听候上主，佮倚靠伊无？伫我的生活中，我愿意听候上主，佮倚靠伊无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，互我勇敢面对家己的软弱，互我学习倚靠你。时刻聆听你的声音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